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31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在台湾出现第9例武汉肺炎的感染者，证人3日被催暗。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无社区感染，无需要随时拢挂条条。高铁甲台铁对外宣布讲，会加强防疫，会较接去消毒车厢内面设备，无排除会配合政策，要求旅客挂催暗。寒流冷气机伫南投农作物出现疾病的情形，若准有损失，就要留证据才通报公所。因为伫国内出现武汉肺炎第9位的感染者，民众也三钱去抢催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今仔日也强调讲，目前国内无社区感染的风险，无需要大家人拢挂催暗。除非你有发烧、嗽的症头，也若去到病院或者是公共场所时阵，才有需要挂催暗。国内武汉肺炎通报个案目前有829人，有9名是确诊病例，甲确诊病例接触者总共465人，其中32人有症状已经通报，有8例伫检验当中。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内无新增加个案，也无发生社区感染，并无需要每一个人拢挂催安。除非出现发烧、甲嗽者类流感症状时，本身有慢性疾病，惊增加感染风险的人，去病院或者是人侪无通好的公共场所，才需要挂催安。口罩的正确时机的部分，那我们还是要呼吁哦，就健康民众不需要一律戴口罩了。啊，毋过因为第9例确诊病例，太太好亲像是被武汉等台湾只出现小可症状的先生所传染。有专家建议采检先生的检体，确实验到病毒或者是抗体，代表台湾目前有源是家庭传染，确实验无发生社区感染风险，恐惊提高。我们怕他从别的地方，比如说粪便啊，或者其他的地方还有病毒存在，因为他现在没有病毒，是代表他的血液跟呼吸道没有病毒，啊。那以前的冠状病毒有时候会在粪便还存在。不止爱严防武汉肺炎，对季节流感也爱细致。疾管署监测发现，今年春节急诊流感就有3.9万人次，其中正月初2就有9000多人次，是春节期间上悬。另外，也有新增加流感并发重症有61例，死亡13例，其中一个中部80岁老太太本身有慢性疾病，虽然去年做过流感预防针，依然住院5天死亡。他本身因为慢性疾病和年龄有比较大的关系，所以后来感染之后的这个心肺衰竭，那造成加上他的这个并发肺炎的状况，所以这个治疗的效果其实不如预期。疾管署提醒国内公费流感预防针，也有46万剂用户符合资格的民众来做，而且这几天有寒流，流感疫情依然是高峰，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催暗，大家三钱买买。伫中华电中的催暗工厂，本地有发500张的号码牌啊，互民众。也因为政府停用催暗的政策，工厂随紧去取消，互真侪民众买无是气噗噗。另外，在云林县政府是高中以下学生拢会当分到催暗，但拢知影讲台湾催暗就咧欠货，也有人甲催暗想要寄出去。伫海关调查到123件货品，拢总有3万多的催暗，全部充公。这个政府都搞什么鬼嘛！中华餐厅的催暗工厂大门锁起来，门口搭出大大的广告，为了配合政府征收催暗调度政策，互买袂到民众真生气。业者表示，现出时起到2月15，专门配合政府专属征用一般医疗甲外科手术催暗。依照政府的规定，包起来等待他们来装运，配销到各通路或者是医疗院所。厂方表示，原定逐工6条生产线全开会当生产40万片，加上新增加的6条生产线会当达到一工100万片，将全力配合政府。不过即马大人的催暗真歹买，囡仔的催暗搁较买无。云林县政府率先对县立高中以下的每一位学生发一盒催暗，拢总20片。我们都提供口罩，而且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有40片了哈。那我们分成2个阶段，现在已经都拿到第1阶段哈。云林县府表示，这批催暗是伫过年前因应空品不良就招标买，已经发予各学校。即马疫情压起来，拄好派上用场。3月将搁发一摆。就伫政府宣布催暗暂停输出的时阵，航警局30余万是拦截到，有人以包裹的方式将催暗要寄到国外。近日有部分民众心存侥幸，意图携带过量
或邮寄出口。航警局会同海关伫台北邮件处理中心执行出口邮件检查，查获123件以邮包形式将翠暗出口的案件，总计33225片，全数由海关没收。另外也提醒民众，依据即卖的管制规定，翠暗固定节当早5盒，拢总250片出境，确保国内防疫需要。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到咱的囡仔。高雄市为着要加强武汉肺炎的防疫，宣布2月11日以前，学校拢爱暂停各种教学活动。另外，嘉义市政府也决议讲，公立幼稚园甲国小内面的幼稚园，对2月初3开始停课。婚姻关的国中甲偏学的国中小，校馆的辅导课，对今仔日开始先来暂停。有学生行路去学校要参加社团活动，嘛有家长送囡仔去学校参加安亲班。但是警卫甲因讲，学校校馆时阵的活动全部停止。妈妈、爸爸有在家吗？爸爸有在家，妈妈对啊，叫爸爸来载。我们是昨天到很晚才知道，只是这样子，我们要临时去找安亲班，很困扰。对啊，其他县市应该没有这样子吧？因为我们都有各自通知，然后就怕说小孩子也不知道，家长也不知道，又白跑一趟。家长有怨言，老师嘛徛伫门口等。结果唔知影的学生走来，高雄因为捌有武汉肺炎病例无居家隔离，教育局决定加严防疫，是全国的头一个。第30暗时宣布2月11之前，各级的学校暂停所有的教学活动。就是寒假的那个，就是课业辅导，还有就是相关的营队都取消，就是在2月11号之前。不过，针对有照顾困难的家长，教育局表示，31学校嘛是有协助安亲。但是后礼拜一就无搁予学生入去学校。除了高雄、嘉义市政府嘛决议，公立班国小附设的幼稚园2月初3以后停课。云林县的国中甲平湖县内国中小嘛停止校馆的课程辅导。台南的新亚高中、兴国中学，搁有台中的华德中学，嘛拢家己宣布停止校馆的辅导。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已经是大人的大学生要来防止武汉肺炎的。教育部要求学校要对中国学生进行防疫管理。中山大学是宣布讲慢1个礼拜才开学，成功大学伫暗头也宣布讲要慢2个礼拜。高雄师范大学是决定中国、香港、澳门的学生上晚会当办6礼拜再来台湾注册。公布呢，大洲告示，清洁人员也加强宿舍消毒。中国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应用陆生返校了后协助防疫。中山大学准备2栋宿舍，让陆生有独立房间进行14天防疫管理。全校也为此延后1礼拜开学。2月9号之后，陆生可以来台的话，延后1周开学，那就可以在他们检疫14天之后，然后彼此才有接触。除了希望陆生赶会着开学，隔离时也以时薪减补上课。就算延后注册也有1个月缓冲期。高雄师范大学也伫2个校区规划隔离空间，对中港澳学生注册返校，搁较稳准延长6礼拜，也就是上晚到3月30。如果学生因为延后注册，因为被困在武汉，那么被困在大陆或者是香港、澳门，那么他可以延后结束他的课业。高师大也希望中港澳学生若延后返校，先自主学习。不过最近已经有陆生伫网络上抗议，校方防疫影响上课权益。清华大学同款建议，让陆生延后注册6礼拜。校内的2化服务小组建议，有延后注册学校应该办理补课。就是可以开个陆上的班，看可以设计怎样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弥补他所缺少那些课程内容。因为教师还未回来校园，高师大表示会甲老师讨论单程修正课程的做法，确保陆生得到同款学习品质。清大也当咧研究单程修结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交通的部分，台铁甲高铁拢宣布讲加强列车消毒作业。台铁也表示讲，未来若准疫情变较严重，无排除会配合政策，要求旅客爱挂喙罨才会当上车。不过，台铁产业工会也讲，即摆喙罨是真歹买，真侪中南部的火车头爱面对旅客员工，因所预备的喙罨数量恐惊会无够。穿着防护衫，戴着护目镜，代替清洁人员有信息上，未来若是有坐车旅客较近去挖着新型冠状病毒，就甲车开回吊车厂，封锁过的车厢进行全面的喷洗消毒，最后再搁伫日头骹来拍3点钟。我们会派工作人员穿隔离衣，然后把这个车厢整个封闭以后再集中消毒作业。
因应疫情扩散，也甲每个月4摆列车消毒，改做每天列车上班了后，拢会用透过漂白水消毒车厢。代替表示，万一疫情继续上升，会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防疫措施，公告旅客爱戴喙安坐车。我觉得这政策对大家都好，对啊，就是保护自己，保护大家。不过代替产业工会质疑，因为全台喙安欠货，中南部真侪车站喙安库存量不够，第一线地群人员已经先暴露在高风险。他们总务自己想要去外面买是买不到的，所以我们就有同仁会希望说，因为现在政府进行就是整体的口罩管控嘛，所以希望说交通部是不是有统一的数量发给台铁局，让台铁局能够确实的分发到我们第一线同仁的单位。代替会员卡林水暗至少要有3个工的存量，也已经请中央协助提供。代替2礼拜用量大约14万个，这2天会配送到现场单位。而高铁也提升防疫规格，对着车站内底旅客定来接触设备，无定期会用酒精消毒。例如像座椅区、扶手、窗台，还有餐盘，我们都会确实的执行消毒作业。其实这几天不少旅客伫坐车时阵，拢已经家己戴喙安。高铁表示，各列车拢有准备量体温的设备，也呼吁旅客若是身体无爽快，一定爱向列车的服务人员反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昨个台股伫过年无开红盘，搁大盘700点。在今仔透早，财政部长苏建荣伫开盘以前就发声讲，强调台股的基本盘面是真好，投资者唔免惊。在今仔日台股开盘一开始就走悬，落尾收伫11495点，起73点。台股去年新春开红盘失利，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变做重灾区。大落差不多700点，创下台股历史上落上济的，市值蒸发2.1条，就惊台股会继续落。透早财政部长苏建荣伫台股开盘之前信心话话，呼吁国内投资人对台股爱有信心。如果股市有失序的一个情况的话，这个报警院呢来召开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临时的会议这个经济金融情况做出判断，也预请国人能够放心，不必恐慌。受到前一天美国由乌转红，并配合用起来收盘，加上部长信心话话，透早开盘11494点开盘，指数走悬，盘中上悬，一度起判11500点，不过外资卖也震动，虚无介济，呈现开悬走低价震动的现象。最后收伫11495点，起73点，起的幅度是0.64%，成交量1752亿。但是大部分的投资散户认为，台股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变数真大，就算有钱嘛唔敢投资。钱是自己的，也不要摸了，静观其变。真的很恐怖，没办法去控制，那就有可能会跌破到1万点。国安基金可能是在好股票跌就稍微买，它不可能去就是让它止跌拉上来嘛。尽管分析师强调，台股反弹力头强加弱，跟武汉肺炎的疫情敢是有控制条例真有关系。疫情一旦若是失去控制，恐惊台股会面临另外一波震荡的卖压。新增的病例如果说一直在增加，而且速度已经没有减缓的话，那盘势可能还会往下做一些修正。台湾不少电子大厂伫中国设厂，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当还阁是停工的状态。预计2月初10全面复工，但是就惊疫情继续拖，开工的时程恐惊会继续延后，台股的表现就会无乐观。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受到武汉肺炎感染的比例是继续在增加，咱来看上新的统计。目前中国无包括着香港、澳门，就有9782例，有213人死亡。另外，咱台湾有9例，咱附近的国家，亲像香港有12例，澳门7例，南韩11例，日本14例，越南5例，泰国19例，菲律宾1例。另外，美国是6例，法国6例，加拿大3例，德国5例，意大利有2例。当当各国甲侨胞对武汉撤离，中国也决定要用包机的方式，甲伫海外防拒绝入境的武汉人以及着500人接登去。另外，已经封城的武汉有外国媒体翕到讲有人死在路边情形，医护人员也正注意用各种防护设备小心的处理。一个头毛白白、戴着喙暗的查甫人，倒伫个武汉大路已经死去啊！这是离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武汉第6病院只有一个大路区。医护人员赶紧来初步检验，真小心用布把死者砍掉了。了后，白色的车就挂人载走。关心社记者独家翕到这段画面，时阵也无多确认死因，
不过对街路上冷冷清清，街路人行到要死，处理的人员拢穿着防护衫，来我详细消毒的态度来看，就知影真紧张戒备。武汉肺炎疫情升悬，造成真侪所在封城了后，武汉甚至500人伫海外真侪无受欢迎的对象，有的被拒绝入境，因讲进退两难。中国也决定用包机赶接回国。考虑到近日湖北，特别是武汉中国公民在海外遇到的实际困难，中国政府决定尽快派民航包机把他们直接接回武汉。针对世界卫生组织将武汉肺炎列做国际关心主义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31日表示，政府真关心注意防范控制工作，有信心要能力控制并且战胜疫情，希望国际社会理解支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也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团结，合作应对。武汉当局23决定参照 SARS 期间7天甲北京小汤山病院起好模式，快速兴建2座专门收治武汉肺炎患者临时病院，叫做火神山甲雷神山病院，阁有上青床的病床，预计分别在2月初3甲初5投入使用。中国中央电视台也伫现场进行24小时直播，互观众及时监工。收看的人数上最时有4000万人，不过30暗时却是发生2排工人冤家相拍，直播也中断。武汉市城乡建设局事后核实的，讲是2个承办单位商务营才冤起来。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的武汉肺炎病情目前是增加到12人，不过香港政府却无愿意限制到中国交流，引起香港民众的不满。香港医学界打算伫2月初3发起阶段性的罢工，在今仔日因也召开记者会，宣布有超过6700位的医护人员连续被罢工，也批评香港政府对防疫的工作是后知后觉。封關救港，封關救港，對症下藥，對症下藥。呼籲港府對症下藥，封關救香港。醫學界準備2月初3發動階段性罷工。醫管局員工電線31日舉行記者會，宣布已經有超過6700位醫護人員連續承諾參與罷工，響應人數超過總會員一半，其中有7成是護士，8%是醫師。因為全面封關的訴求，港府一直攏無回應，也強調港府防疫無作為，致使醫護人員陷入危險的工作環境。繼續迴避處理員工對防疫措施上嘅訴求，將全體職工同埋市民嘅大眾健康置諸不理。對此，我哋表示極度失望同埋遺憾。醫管局員工電線指出，下伫2月初1日第2次會員大會決定後一步行動，武漢肺炎疫情退燒，香港新型冠狀病毒確診人數增加到12人，各界引起全面封關的聲音。也毋過港府只暫時關閉，甲中國的部分邊界停止核發中國旅客許可證，甲暫停所有高鐵甲城際直通車班次，無全面封關，引起香港人不滿。造福港人。將香港特首連同外國甲其他官員做成紙盒攏總收掉。民主黨主席柯志偉也率眾到港府總部抗議，批評這人展示香港嘅軍情需要管理，也要求盡速全面封關。如果特區政府唔封關嘅話，佢點可能以有限嘅資源去應付無限嘅醫療需要呢？所以從呢啲角度就睇得到，林鄭政府其實係冇正視個問題，而只係將個問題推搪，諉過於人。面對民間訴求，林鄭外國回應，透過目前嘅管制政策嚟做歐北嘅旅客人數已經下降。頭先俾嘅數字咧，我哋係好多香港人每日都係往還，甚至個比例咧係遠遠高過內地人。林鄭外國表示，若講全面封關，無要互中國民眾進入香港，這會甲世衛組織對其實的有關聲明產生衝突，所以未來會密切監測關口的管控。另外，伊也講翠暗強行情況緊張，所以宣布全港中小學幼稚園延後到3月初日開學，敢會當順利復課，愛後續觀察。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新北市捷運環狀線第一階段在今日下晡正式通車路。佇新店、中和、邦橋新增的民眾，無需要入到台北市搬車，未來對大家也真方便。新北環狀線第一階段佇下晡2點正式通車，為少民眾實際坐車了後，攏感覺加省真濟搬車時間。從中和來的，然後就原本的話，就是原本要坐藍線嘛，然後這樣子的話，就是因為會繞，所以就是如果我們是坐環狀線的話，就可以省掉大概2到3倍的時間。從景平站，我剛剛算了一下，17分鐘，
平常我坐大概要45分钟公车，那我觉得像我现在要转到南部坐高铁就很方便。环状线第一阶段总共14个车站，会用转搬机场捷运、新庄线、邦南线、中和线，还有新店线。其中邦桥站、新埔民生站是站外转盘。配合环状线通车，甲桃园捷运经过的新北产业园区站，即日起也启用市区有办登机甲行李托运服务。旅客用伫航班起飞前3点钟完成报到甲托运手续。就是首都圈的这个轨道运输的连结啊，甚至到机场啊，这样子一方面让它可以四通八达，同时也减轻我们机场的通关的负担。那么将来这种转来转去的辛苦都会变成历史了啊。那么所以环状线的第一阶段的通车可以说是新北市交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环状线营运时间对早起6点开始发车，暗时12点是尾班车发车，单抓票价25块，全线还有1个月免费营运期，3月7日开始正式收费。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捷运环状线已经通车了，台北市长郭文迪也懊恼讲，工程的品质是真好，只是施工的速度上过慢。郭文迪也批评中国讲，不应该伫 WHO 阻碍台湾。另外，也针对市政府的人事风波，不愿意加做回应。捷运环状线通车，湘北交通的大代志。湘北市长郭文迪、侯友宜拢有出席，两个人一直咧交换意见。郭文迪学了工程的品质真好，只毋过缺点就是施工的速度伤过慢。刷来到南北环上慢每年第一季就爱开工，东环今日咧宽屏审查阶段，目标是上紧的速度完成全部的路线。台北市拆这个忠孝桥跟这个中正桥引道的经验，其实是工程是可以加快，但是有个条件。但是附近的居民对这个噪音还有这个交通管制，就是你的忍受度要提高，不然没办法。面对武汉肺炎疫情一直咧拖，郭文迪出席通车典礼，唔那专程拢挂嘴暗，佮批评中国不应该把台湾冻伫 WHO 外口。国际的外交场合要互相角力啦，互相出怪招，那个大家就来吧。只有医疗不行，为什么？交战两国也没有轰炸对方的医院，所以这个让台湾可以参加这个 WHO，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大陆方面还是要思考，你每一样都轰炸，我好大能跟你拼了。郭文迪拼市政，但是台北市府的小绿计算一直有咧调整。新任劳动局长陈信如的反动立场引发争议，郭文迪是小听到底，强调市府内底什么色彩拢有。另外，经过遴选，甲上任一冬外社会局长陈雪慧嘛请示，传出是有议员介入关心敬老福利政策，但是郭文迪是真低调，无愿意加讲。这个要的本府目前不予证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伫咧去年，远东航空部长陈雄雄停飞，交通部在今日宣布讲，远东航空违反民航法的规定，同意废止远东航空的民用航空运输业许可证。交通部表示，远东航空停飞这段时间，负责人拢是讲会到做袂到，除了资金无来，员工的薪水也继续咧欠。交通部也呼吁远东航空负责人张公维爱负责任，若无伊就爱吃官司。讲到寒流来台湾，规台湾拢是冷天气。伫南投埔里透早上低温干那3.5度，真侪农民去到菜园仔看，拢发现讲因的农作物外口有结冰。另外，伫森林的农业甲养殖业恐惊会受到旱害影响。农委会也表示讲，农民若真有损害，会使甲证据留落来，搁再向公所通报。透早实在是有够寒，农民行入菜园一看，眼前的情形，互伊惊一大条。那内底是白哇，这种冰起你看，你看手摸落去，冰怎扬起哦，冰啊！各个菜结一层薄冰，小看一白就分开，就亲像为冷冻库摕出来共款。伫个高海拔的真爱乡高恒水港，拢总结冰，农作物也亲像砍一层雪共款。民间乡地方也拢结霜。根据中央气象局31观测资料，南投县上低温出现伫中寮乡只有2.9度。在辐射冷却之下呢，气温下降的情况会特别明显，尤其在接近地表的地方，这辐射冷却状态
效应影响之下呢，地表层有可能会低于0度以下。高温对农业甲养殖当地的森林来讲是一大考验。目前森林地区正是一期稻仔补产的时期，不过最近寒流来，暗时气温无到10度，业者无闲做保温防寒的工作。养殖业更较烦恼，杀白鱼挡袂了这摆气温，可能损失更加惨重。较袂叮当啊，哎呀，较袂熟啊，哎呀，啊若无用吼，叫款嘛是爱带起啊，加减啊2尾啊是拢有啦。菜丁嘞啊！为了烦恼损失，养殖业者赶紧抽地下水维持温度甲水位，也赶紧修成拉避免损失。另外，伫中华溪州阁传出龟仔类受到这波的寒害，爱全部放弃。农民表示，这是自2016年霸王级寒流了后，罕见的低温，恐惊会造成袂少的损失。目前除了台南可能少数有一些文革丝木鱼稍微受影响，其他目前还没有。是，但是干冷不是湿冷，我们有那个天然现金在救助，跟其他的那个产业辅导措施。农委会表示，目前无收到农损的通报，也提醒农民，确实遭到旱害，遵证了后，去公所通报，会依照天然灾害救助办法，提供现金救助加激励贷款，减少农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讲到武汉肺炎伫美国也发生头一桩人为何人案件。意大利、以色列甲法国航空拢先暂停往回中国航班。另外，伫南韩撤离侨胞的专机，拜五也对武汉飞转来，不过一寡侨胞也需要隔离2礼拜做观察。武汉肺炎疫情伫国际继续在传，美国卫生官员30宣布确诊的第6个病例，嘛是头一件美国本土人传人的确诊案例。The second case is a Chicago man and is the husband of the first confirmed case in Illinois. This second case did not travel to China, making this the first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in the United States. 就算美国国务院30暗时，甲去中国的旅游警示提升到相关的第4级，呼吁美国国民唔通去。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同款对国人信心话话，讲中美双方甲各国政府合作清白，咧控制疫情。We think we have it very well under control. We have very little problem in this country at this moment, 5, and those people are all recuperating successfully. 意大利总理孔蒂亲身宣布，近来2个中国游客确诊武汉肺炎，为了要因应疫情，会暂停所有往回中国甲意大利的航班。以色列嘛宣布禁止所有对中国来的航班。法国航空公司是暂停2月初9往回中国的航班。Air France suspend ses dessertes à destination de Shanghai et Pékin à compter de demain, et ce jusqu'au 9 février. Nous avions fait cette demande depuis plusieurs jours. 另外一方面，南韩一架对武汉撤侨的班机，初5到金浦机场，飞机顶载367个南韩公民，会对因隔离上少2礼拜进行观察，来排除发病镜头。武汉肺炎的疫情哪来哪严重，南美洲的国家秘鲁甲智利嘛唔敢放令。就算讲2国还未传出确诊的案例，但是会陆续采取预防措施，包括伫各大口岸对旅客检疫，甲加强宣导标语等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伫日本也增加到14个人感到。本地日本对2月初7开始，要甲2019新型冠状病毒列作国家指定的传染病。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有甲疫情列作国际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宣布讲，所有政策提早到2月初1施行。日本第3班撤侨班机飞转去日本羽田机场，会当看到每一个日本人拢挂喙暗为隔离的区域入境，了国际巴士到病院进行检查。另外，阁有8个人落机了后，就紧急送去病院。武汉的肺炎疫情拖到全球，日本原本要为2月初7开始，要甲2019新型冠状病毒称作国家的指定传染病，即马宣布会提早到2月初1来实施。即嘛是日本历史上第5种称作国家指定传染病的病。本日 WHO が国際的に懸念される公衆衛生上の緊急事態フェイクを宣言したことを受けて、これを短縮し、2月1日。明日より施行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讲到武汉肺炎疫情，真侪经济学者烦恼讲全世界经济会受到影响。不过，也有团体认为讲，进入来预测损失未免伤过早。另外，也有英国的研究团队预测讲，泰国的曼谷、香港、台北有可能是重度感染的地区。
民众抢领号码牌，药房的外口人排甲真长，看袂到前方。香港确诊人数已经来到12人，民众是心惊吓，半暝啊排队抢买翠暗，也毋过也是有人买袂到。有咁快就派晒，個個都半夜3更起身嚟。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30暗時表示，已經甲中國內地供應商調會，前年底有800萬片的翠暗來到香港，不過也引起翠暗搶買現象，已經累積有14例病例泰國。曼谷當地藥房人員表示，有上濟中國人到泰國掃貨，造成翠暗欠貨。ส่วนมากจะเป็นคนจีนที่เห็นของปั๊บไม่ต้องเลือกว่าเป็นยี่ห้อไหนเขาก็จะเห็นมีเท่าไหร่ในร้านก็จะเอาหมดเลยอะค่ะ。另外，南韓捷克土耳其的翠暗業者也接到來自全球的訂單，工廠緊急加班趕工。Ana kadar yaklaşık bir hafta içerisinde 800 bin adet mal sevk ettik Çin'e. Tabii bunun yaklaşık 300-400 bin tanesi stoklarımızda mevcuttu. 有學者認為，武漢疫情目前也只是局部爆發的階段。根據過去的旅遊數據，有像泰國曼谷、香港、大阪、紐約，抑個中國北京、上海等熱門旅遊的城市，將會是高風險感染地區。So we were able to look at the highest risk cities in China based on where people were moving out of Wuhan, and then we were able to look at the highest risk cities outside of China in terms of air traffic passengers. For this quarter, very likely there would be some negative impact. What would happen beyond this quarter, we have to just observe and assess. 受到武漢疫情壓起影響，30全球股市大落盤，未少的經濟學家認為，疫情恐驚將會影響中國全球經濟。不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30表示，疫情對中國旅遊、觀光和製造業的衝擊是最明顯的。不過，現階段要預估經濟損失也尚早，需要繼續觀察評估。記者綜合報道。有真濟人想要移民到歐洲去，希臘政府也打算伫萊斯霍斯這個小島附近的海域，用鋪板做外溢的船靠岸。面對一船又一船的非法移民靠岸，希臘政府才計劃伫愛琴海上設立一道2.7公里的漂浮邊疆。這道邊疆即陣打算設計誠濟網仔形狀。船若是硬要通過，布洛佩拉真可能會被低調咧。網仔比海邊面懸大約50公分，最下部分是60公分，有暗時照明加反光鏡。Greece has to have fast procedures to ensure that people are given access to asylum quickly when they need it. 來自奧斯小島收容移民的摩里亞亞區，30招婦女甲囡仔發起抗議，要求離開亞區，因為這段等待審批嘅時間實在是傷久啊，而且無一定有好嘅結果。Just we wanna leave this island. Why they keep us in this island? Why they didn't let us to go to another country? 希臘政府表示會安排更加多工作人員加班處理，這陣已經超過10萬份的庇護申請。來自奧斯小島這陣非法移民人數已經是原本應該收容人數6倍。島民頂禮拜才抗議政府不明處理。Τα νησιά μας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αντέχουν άλλο,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είναι φυλακές ανθρώπων. Έχουν φυλακιστεί και οι πρόσφυγες και οι μετανάστες και μαζί με αυτούς. 這道漂浮邊疆造價估計是50萬歐元，折合代票將近1700萬，包含未來4年的維修費用。國際地下組織對希臘政府的這項計劃表示驚嚇煩惱，認為應該趕緊確定安怎實施，確保袂造成更加多移民葬身大海。記者綜合報道。咱定定佇咧講設計上關材，美國的官員第2批有找到一條1300多公尺長的地下通道，是對墨西哥到加州的聖地亞哥。這條地下通道是專門用來走私毒品的。美國海關加邊境保衛局2批佇咧南加州聖地亞哥對外公布這條通往墨西哥提華納市長途創下新紀錄的走私地道。地道的入口是佇咧提華納的一個工業園區，平均的深度是地下21公尺，地道寬差不多1.67公尺，寬0.6公尺。內面也個配備電梯、鐵軌路、複雜的排水加通風系統，也個高壓電線。這個案件並無查到毒品或者是逮捕的行動，當局也無說明幕後的嫌犯是啥人。也毋過案發地點正拄好是墨西哥西納羅亞販毒集團的地盤。也就是目前佇咧美國剛剛服刑，外號叫做 AR9嘅毒梟古茲曼。And we know that methamphetamine is still a major killer in our area of the country, in Southern California. So yeah, I have no doubt that if
drugs were smuggled in this tunnel, that it was heroin laced with fentanyl. I would. That's a 99 percentile answer on that. 美国当局是伫咧去年8月查到这条长有14个骹球长这么长的边境扫视地图，按照联邦法律的规定，发现了后，美国领土的部分就要用空鼓力来封起来。也就是讲，这袂是进前所查到的地图所凸显出来。自2006年开始，当局就已经查到10几条这种的走私地图。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止武汉肺炎，交通部航港局宣布金门小三通对2月初一开始减准班。金门县政府也宣布讲，省内禁止公部门甲民间团体去到中国交流。2月初8要举行的金门马拉松也先来暂停。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拓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日已经针对中国籍人士来台采取限制措施。金门马祖小三通旅客量明显下降，马祖通往福州的客轮乘客数连3天拢无人。航港局也宣布2月初一开始，金门小三通大减班，金门厦门对开航班，逐工只剩8班；金门泉州只有2班，后续看情形搁调整。金门县政府30开始也禁止所属机关公务人员去中国全面防疫。本县的员工也不鼓励这一段时间去大陆做交流，然后同时也对于我们整个观光景点如果属于密闭型的，会做暂时关闭。金门县政府强调，确实有必要性必须专案提出申请。原定2月初8、初9要举办的金门马拉松，经过讨论也决定停办。7600多位已经报名人，报名费全部退还，报名礼也搁用送到厝。观光旅宿业者也会配合来退钱。短期当然一定会损失，但是如果疫情没有办法控制住，或是散播，对金门长期的观光利益来说，也是一个更大的损失。那有哪些做法？我们目前在努力的，可以让乡亲知道，让乡亲放心。金门县长杨长吴30也伫在海应面中心召开第3摆会议，针对网络上讨论要求小三通暂停，伊表示，目前引入境的拢是台商甲中国籍配偶，天航属于中央集团，也由两岸高层协商，即卖已经要求旅客全面爱挂催安，若无袂当入境。另外一个风景区是暂时停止对外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职员署伫昨发布指引，要求医疗院所、交通商场一寡所在头家，爱提供喙安，予需要面对人嘅员工。不过，受到身躯立委嘅批评了后，劳动部在今日尾喙讲，只有强调医疗院所、其他商场若准有感染嘅风险，才有需要。挂喙安做饮料，为预防肺炎病毒传染，南洋街秀瑶饮料店伫过年期间都要求员工爱挂喙安。就跑了很多家店，然后都买不到，后来会去便利商店买。过年前我们就已经跟厂商下定了15000份的口罩，但是在口罩制作好之前，这段空档期间呢，所有员工戴的口罩得让他们自己来准备。业者表示，喙安已经定啊，不过还未收到，这几天拢是请店员家己买。劳动部30发布安全卫生指引，要求事业单位在疫情流行期间要有充足的喙安，而且袂当禁止劳工挂，违反的人应罚3到30万。不过，准立委高嘉瑜伫面册批评，企业唔是无要提供，而是买无。佮表示劳动部是敌对友。我想非常谢谢委员给我们的指导了哈。这目前我们比较强制是应该医疗院所工作者要戴口罩。劳动部解除澄清，就强制医疗院所处理检体实验室，头家爱提供喙安，不过交通百货商场强调感染才爱提供。不过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如指出，已经接到10多件劳工欢迎买无喙安的申诉，呼吁中央重视，佮建议头家协助团体买，甚至负担喙安的费用。我们这个店面今天配多少片口罩？13点几，喙安未进行，31早起。桃园市长郑文灿向中央发挥，受影响行业爱有补偿机制，自主隔离的人也爱得到薪水补偿。那我们现在是集中隔离哦，那在薪资方面可以考虑做补偿。那自主隔离现在改成说要基层要追踪每天的这个状况。那我想这补偿机制的建立，应该要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劳动部表示，权责机关是伫卫福部，已经在卫福部正在研究相关做法，会为传染病防治法来进行。
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武汉肺炎的疫情是烧袂退，也有人趁机会伫咧网络乱用假消息讲倒位有肺炎，目前已经有6个人去互警察约谈啊。武汉肺炎疫情上升，进前有民众伫赖群组甲各大社群平台散布便衣，因为收到武汉肺炎感染病例已经防疫的假消息。刑事局查出，住伫台北市47岁查甫人甲另外一个查甫人，涉嫌伫面册公开来传这个不实消息，已经违法。他散布不实消息在其他管道，致引发社会的恐慌全案在讯后依《传染病防治法》第63条移送检方侦办。刑事局接到疾管署通报，有关疫情的假消息伫网络流传，展开调查了后，最近查到6个人涉案。而伫高雄是伫网络社群专传某一个病医封锁急诊室，禁止出入这信息，2名网友也被传唤到案，相关是假消息。伫金门是有查某人用赖来传送，讲金门有人确定画到消息，造成民众惊吓，检方侦办改换起诉，罚10万。他是听朋友讲之后，很担心说这个疫情也会让他的朋友不知道的话，会跑到医院去啊，所以他是基于善意，就赶快提醒这个同学只是说他没有经过先求证。伫新竹县，也有人伫面册公开讲有画到人对病医造出假消息，病医强调对假信息一定提告。新竹地检署也马上由专案检察官指挥警方全力侦办。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拓开，网络不时出现假消息。检警表示，散布传染病、流行疫情的谣言，违法上当应罚300万罚金。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乱传。记者综合报道。新国会在明仔载开始报道，国民党在今仔日举行新科立委座谈会，推出立法院正副院长候选人。另外，要争取补选党主席的霍良斌，却认为党团自主甲党主席是无关系。江启臣是讲，党内两项政策会当用辩论来讨论。立法院新会期2月7日开始，国民党早起举行新科立委座谈会。立法院院长选举因推塞赖世宝、杨琼英挑战民进党的昆昌配，党团干部选举是甲过去东亚竞选的模式无同款，由陈立文甲林维洲竞争党团总调，最后是林维洲胜出。另外，周满安是出任书记长，展现亲中派接班的态势。所有党团的事情就是党团决议，党团大会就是最高的这个权力机构，然后做决议啊。那中央党部应该要是来作为协助支援。新的会期，我希望书记长这个职务能够扮演好沟通协调的角色，让整个党团展现出更贴近民意的战力。红看这是郝龙斌镇压第2文挑战真济中心代立委支持的林维洲。国民党团总调之前马洪认为是党主席补选进前的初战，赶伫领表上尾一天，吴玉生代表郝龙斌领表，展现甲少年人会当做伙合作的意思。郝龙斌嘛强调，家己的年岁唔是问题。年龄根本是一个假议题，而且世代之间的传承是任何一个政党都要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国民党在世代传承上，对给年轻人空间、给年轻人机会上做得不够好，这也是党务改革中间很重要我们要做的一项事情。我认为党的核心价值或者重要路线，真的有必要由下而上的来听取大家的意见，甚至包括透过辩论跟讨论，这都是可行的。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过程来决定未来党的路线该怎么调整。新港年龄立委的江启臣利用座谈会为家己邮票，佮提出辩论两化路线的政见。同时，伊嘛陆续拜访过去的党主席，甲党内执政的各县市首长，寻求各方的建议甲支持。郝龙斌甲江启臣的对决，也是国民党改革关键的头一战。记者郭灿、谢启文台北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台北国际册展是改对5月初起。另外，台北国际电玩展也宣布讲要宣告后热期才举办。不过，台北的动漫节是照常举行，主办单位是要求民众要入去进前拢爱量体温以及着喷酒精。配合工作人员量下头的温度无超过37.5度，双手佮喷酒精消毒，才会当进场。春节年后的头一场大型室内活动——台北动漫节，31如期展开。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升温，现场9成民众拢自动挂嘴安，不过也有民众无咧惊。疫情没差吧？对动漫的热爱超过那疫情的。不会的，我们爱动漫的心绝对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不来。
500个单位大约有65间的厂商全面戒备，有厂商规定工作人员一定爱挂手套，入去单位进前也爱高量1摆额头的温度，并且进行人数的管制，都是希望防护做到真周全。动漫节通常都会人潮很多，所以我们的摊位也会进行人数管制，就是会希望不要太长时间，然后太多人聚集在里面。主办单位表示，动漫节其实早伫年前就已经布定完成。以台湾疫情来讲，大型室内化活动犹原会当照常举行。虽然因为疫情有2回国外老师甲2间厂商取消参展，不过若讲有来参展的表演者也是老师，会强制要求一定爱挂嘴安、无握手，并且甲民众保持距离。我们只要进入我们的 AB 舞台，不管任何活动，他一定要戴口罩，这个是强制的哈。戴口罩，刚才有讲过了，额温枪37度就不能进来。还有就是我们会跟老师跟消费者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当年大约有30万人次参观的动漫节，无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来压缩动漫卖的热情，不少人是满载而归。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东京奥运伫7月就要开始咯，台湾目前为止伫8项运动有摕到27位的参赛资格，其中有摕到5位的射击。真侪国家选手伫过年初3时就登记训练，咱也期待讲因有啥人别的表现。年华飞起来，讲到线上脆片，无定向飞靶选手杨坤比备战世界杯比赛，甲东京奥运。为了美食完团圆饭，正月初1就转来国家射击训练基地公西靶场训练。心脏无遐尔大粒，也会紧张。也毋过雅加达亚运、拿破里世大运拢摕到金牌，加21岁杨坤比累积未少经验，讲起2度参加奥运，心情真无共。当下是还没有到那种我真的准备好了，对。那今年期望自己给自己一个更上一层。专心瞄准靶心，继续8年前的伦敦奥运，田家珍再次入选奥运歌手。也毋过这摆已经是做人家后做人母亲，项目野位10公尺空气手枪转换25公尺运动手枪，伊认为即摆家己更加定稳转换项目有优势。因为他的时间上没有10米来的那么充裕，对，所以我没有很多时间去思考说，我这一枪我要怎么打？25米我打，我就是比较容易掌握。轻松的清查，淡薄仔粉吴家颖2011世大运以正行妹出名，伊参加过亚运、里约奥运。想起里约奥运，因为袂当晋级老目赛，伊希望即摆会当留落欢喜目赛。所设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把平常训练的所有都可以正常的发挥出来，这样子就好了。分别抢到男子甲女子10公尺空气步枪门票，林应兴甲吕小泉拄好会当伫奥运史上头一摆举办射击混合团体参赛，这也是2018雅加达亚运了后，搁继续合作。也毋过因拢讲先顾好家己较重要，就互相嘛，就各自加油，不要拖对方后腿就好了。说不要紧张也有点难，就大家开玩笑，大家放轻松一点。离奥运那近，国手讲训练量增加，压力也较明显。也毋过毕竟毋是菜鸟仔，照着应该有的步去行，更较毋通去想分数也是名次。只希望奥运的时阵，平常时的训练会当发挥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的高树乡，最近有推出新品种的作物，雪梨因为皮薄、籽个细粒，袂死甜，阁有松开。有人讲是粗乱的滋味，敢真正是安尼呢？咱做伙来看。看过去规片青青青，树仔顶悬若亲像结真侪细粒酸菱果。不过这是农业试验所高雄凤山分所研发的新品种雪梨。即阵当时雪梨的采收期，豆荚农民行销的农粮署对雪梨的口感有影真有信心。这间雪梨是目前上时行的这间品种，今年刚要上市的而已它皮很薄，
那个略带微酸的口感，甜甜酸酸的，所以口感吃起来就有爆浆的口感哦。我想这个价值绝对是会超乎大家想象了哈。酸甜的感觉，让人想起粗软的滋味。屏东高手因为伫咧水源保护区，当地生产的枣啊，唔那脆。搁甜，产量搁较是全台湾第2大，也是侪人过年过节送礼的好选择。雪莉的风味目前进入采收期，今嘛就是像以前农民所讲的，就是已经进入架亏了，所以它已经是皮薄肉质纤细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早熟的品种，这雪莉是蛮有优势的，是很强势的。除了雪梨，屏东生产的枣啊品种也个包括珍爱甲珍蜜，采收的时间也拢无同，一直到4月份，农业还阁有枣啊会使收。分散采收的期间，就会使降低大自然的风险，也互爱食枣啊的人会使一路为冬天食到春天。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德山有一个热带植物园，已经要上100年啊！内面唔但有展览，也有真侪体验活动，大家会当做伙耍。导览人员详细解说，游客嘛真足听，了解这位松林内果子甲精致，亲像澳药、咖啡，唔来当做好食物、做保养品，而且背后嘛无共款的文化甲历史。这些拢总伫咧南投德山的下边热带植物园当咧展览。里面有些植物，像爱玉啊、咖啡啊、茶，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都会去使用的东西。那除了我们平常会使用之外，竟然有一些文化跟历史，还有一些额外的价值、附属价值。下边热带植物园建立到今已经要活100栋，内底有500多种的植物，是一片真红的松林，适合大家来这佚佗兼观察生态。当时呢，是由日据时代收集南洋热带的水果或其他的植物，在这里开始栽植。那这几年呢，转型我们收集一些原生的台湾的阔叶树种来进行栽植。那随着100年的即将到来呢，台大森林会举办系列的活动。除了用看的，某各种体验活动，亲像洗澳药等等，会当实际看森林的物件要安怎运用伫咧生活内底。森林的故事、心事佮趣味，拢总伫咧下边热带植物园。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的河滨警察分局为了要改善公共便所的环境，特别举办便所环境美化比赛，各种主题拢无同，也甲便所变甲新遐遐。中华县河滨警察分局为着要改善便所的环境，特别举办人用便所佮美化的比赛。这届总共有10个单位参与这个活动，看得出来参赛者用心的设计。本次的活动是由本分局的大楼内的10个内外勤单位来共同参与，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来达到环境维护、提升厕所空间品质。走入去摕到冠军的男性洗面巾，壁顶面不只有大纸，也有西施配古典美人图，另外嘛种实件的马式食物，让人感觉是真心色。那原本呢，我们2楼厕所呢是很单调的。那我们同仁这次设计的就是让我们同仁进去这个厕所觉得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我们有放置几盆这个目前很夯的多肉植物，有一种疗愈的效果。其他的洗面巾嘛有特别布置，有鸡龟啊、鱼肚啊，还有螺仔壳。互人使用厕所的时阵，看到嘛真清新。上特别的是放时钟，提醒警察出勤的时间。这一次改造活动，我发现厕所内有很多疗愈小物，让整个人上厕所心情都愉悦了起来。这届比赛除了改变大家对便所的固定印象嘛，看到警察侪侪创意。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7度到18度，中部地区对6度到22度，南部地区对11度到23度，南部地区对9度到20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9度到19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